都香港老記，我係美美假期嘅黨仔。今次我帶大家體驗嘅係299天天出發兩人成團嘅江門石冚古鎮。咁有啲咩玩？大家跟住我鏡頭一齊出發啦！呢條線路係我哋美美假期最新推出嘅超值筍團，團費只需299，而且唔使驚食唔到團喎，因為只需要有2個人報名就可以出發啦。關口接齊人之後，我哋坐2個半鐘頭嘅車就可以到達目的地。入住之前，我哋先食個中午飯。呢間立福園係我哋公司精心挑選嘅餐廳，食材新鮮，味道正宗，特別係呢鑊黃鱔飯吸睛一絕，滿滿嘅嗰啲蔥香同埋啲肉香味，呢啲黃鱔啊係會一啲都唔腥嘅。食完飯，我哋坐10分鐘嘅車程就到達金墟酒店。呢間酒店就喺景區入面，我哋從酒店出去離幾個表演場地都好近噶，而且呢間酒店仲係今年啱開業，設備都好新淨添。又係到咗我哋開盲盒嘅時候啦，我哋一齊嚟過嚟睇下今晚住嘅酒店係點樣嘅。打開房門，我哋見到房間乾淨衛生，空間有350尺，浴室乾濕分離，裝修風格係以中西式結合嘅，而呢種風格仲延續到早餐添，粉麵檔加麵包最整杯咖啡，濃濃嘅南洋風味。而且呢間酒店喺美團上睇要800蚊一晚，而我哋只需要299就可以入住啦。出去玩嘅時候記得喺前台帶本遊玩攻略，咁就唔會蕩失路啦。準備妥當，我哋馬上出發。石冚古鎮係中國首個以華僑文化為主題嘅大型度假區，600幾座嘅騎樓組成而家規模最大、保存完善嘅騎樓建築群。我哋漫步其中就好似穿越翻民國時期咁。而家喺我哋眼前睇到嘅就係我哋網紅當當車啦。坐當當車最好選擇第2層，視野最開闊，而且呢度嘅景色隨手一拍都可以刷爆朋友圈。睇靚景梗係選擇美美假期啦。漫步其中最令人在意就係呢度好多5·1嘅特色美食，有柴火煲仔飯、赤冚豆腐角、馬乾五牛皮，數都數唔晒啊！不過呢就係呢邊嘅特色小菜牛腩翅啦。我點咗鵝奶粉啦，肉仲多過粉。接落嚟，堂仔帶大家去睇 show。比較精彩係呢4個，分別係摩登時代、紅色婚禮、火獸同龜頭。前面2場 show 需要提前掃 QR code 預約，適合日頭嘅時候去睇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度有冷氣啊。後面2場係露天嘅，唔使掃碼，直接過去睇就得。火獸有中國嘅非遺文化傳承打鐵花，而龜頭演繹海外華僑對家鄉嘅牽掛。一聲龜頭，一生龜頭。喂！除咗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記得幫手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同埋開心分享群啦！